卖互全世界拢真困扰的气候的变迁，上界主要是人类过度来使用化石燃料，互二氧化碳的浓度来升悬，致使地球的平均的温度上升，造成全球暖化，并且来引发大气系统改变，害世界各地天气无正常。捍卫地球，抢救未来，全世界的学生为气候罢课的行动遍地开花。伫台湾，为国小的学生到大学生，嘛拢同声来响应，甲世界同步来串联。像伫台中，到国小6年的学生，伫家属的陪伴下，到台北总统府静坐。台中嘛有特教学校的老师甲高中生，为3月15开始，每礼拜5拢伫校门口举飘椅。也阁有家人的二信高中、桃园高中、中华女中、台湾大学甲暨南大学。拢学生伫校园发起超过10场的行动，因共同呼吁政府兴予台湾青年一个清气的未来。NTU Speak for Future。我在彰女，我挺 Greta。Fridays for Future。接受训导不结束，里应外合爱地球。Fridays for Future。没有未来，何必上课？摕自济票语，拢袂惊徛伫总统府前，大声讲出家己的诉求。伊是台中市明道普林斯顿国小6年的杨子庆，因为深受水电查囡仔三宝哥的感动，伊决定要甲伊同款为气候罢课。就他当时是自己坐在那个政府前面，就一个板子，然后就在那边静坐。怕越来越多人响应，越来越多人响应，到最后是整个欧洲、整个美的几乎美东那边整个都响应过来了。那我就想说，为什么台湾不要跟着他们？为什么整个亚洲地区都没有什么这类的活动？我觉得今天这类活动传出去之后，一定会有更多人响应。小小年纪讲到的一点啊，拢无含糊。杨子庆自细汉就对父母做伙上过反国光石化、反刑事嘛反 PM2.5，小小道士为台湾反击奋战，全家伙啊嘛正做伊上强烈的后盾。因为核电虽然它算是安全，可是我们不该在台湾发展，因为台湾在断层带。地震的时候会像广岛一样，因为台湾毕竟它的日照充足，风力也够，我们其实是可以设太阳能板或风力发电的，而不是去设深澳发电厂之类的。2025非核家园这个时间太慢了，是吗？你觉得应该是？我觉得应该是现在可以立即解决的问题。他今天跟我说，妈妈，我想做一件事，你觉得 O 不 OK？ 他说我在看那个有个瑞典的，他有看到，然后他又看到的时候，他就跟我说，其实我也想要支持他，然后我们应该要这样做，救自己，救地球，救自己，救地球。我要未来不爱拖。台中地区教育学校14岁高3的特教生，用几啊天做出大海报，要让地球温柔的抱抱。救地球啦！保护地球。原则上我们会一直持续到毕业之前，因为这对我们来说也是一个教学活动啊，因为让孩子实际有一个参与社会议题的一个空间，他们也想要像 Greta 这样子，真的能够实际造成一些影响，让更多大人一起加入。3月15日，全球发起的抢救未来全球气候罢课行动 Fridays for Future， 台湾学子无缺席，甲全球5大洲学生大串联，做伙发声，对北到南超过10场的活动，全台遍地开花。家人立信高中500名应用外语课的学生，一透早就精神十足，利用早自修的时间，用舞蹈甲行动剧来响应气候运动，发起27回陈佩仪。那以后未来也是我们自己要继续承担下去的。那如果说我们自己都没有给自己有一个好干净的地球，有一个永续性，就是要去做这种活动的话，那我们可能以后我们看不到我们自己的未来。这未来的主人愿意为家己的未来负责，同款嘛是高3的曾韵安，伫桃园高中利用下晡1节课的班会时间，调集150名的同学放下课本，用演讲甲唱歌的方式，希望同学做伙重视气候变迁，校方嘛相当的支持。100个太阳，你不要紧张，
你不要害怕，你不要失望。气候正义、生物多样性的部分，其实那些的确都是在气候变迁这个大议题下很重要的议题，这样子。对，然后那些其实那个真的是会影响到我们人类存亡的事物，所以我觉得它很重要。有罢课的这样的形式，可是是利用课堂，而且不影响到正常学习，尤其是可能参与同学的授课的受教的这样一个权益出来的，所以其实是多方共赢共好。我在彰女，我挺 Greta。垃圾减量或是一些随手关灯、节约能源、节约资源的一些事情开始，然后做现在这个声援它的动作。气候变迁已经发生了，有人因此死去，或正在、即将为此死去。无论是招盼，也是孤军奋战，这高中生大声表达家己的心声。自细汉就立志要做环境律师的台大法律系学生黄玉婷，伊甲林梦慧伫台大发起气候演讲，参与学生无分国界。People who come after us are children and their children. And that's why we ought to take a stand and speak for the future, because while it might not affect us now, it will affect us in the future. 从国中开始就开始关注气候变迁这一题，但我就发现从国中到现在，我大学要毕业了，10年过去了，但我们的气候变迁没有任何的就是我们的进展很慢，包含我们的能源转型，我们也是规划到2025年。那2025年之后呢，我们到2025到2050年这一段时间，我们的能源的具体规划也还没有出来。我们要呼吁这些只看重短期利益的决策者们，要重视长期的议题，那我们就需要更多的压力。那今天这样的行动会是其中一个压力的来源。Anti-you, speak for future。咱伫同一个世界，应该有同一个梦想，迄就是希望地球能够再暖化落去。3年5个全球青年大串联，其实只是想要讲，生伫这片土地咱讲，真正有想过气候暖化会带予咱什么严重的后果？若是2050年台湾，又会是什么款的景象？环境气候就跟人一样，都有着属于自己的脾气和情绪。能够在因为气候变迁、全球暖化离咱真遥远，造成的大影响，生活中拢看得到。以目前气候暖化它这个一直不断延伸的速率来看的话，如果我们没有做好任何缓解，我们大概全世界的平均温度会突破1.5度摄氏的这种门槛。到了2050年，我们估计全世界应该那个海平面上升大概会超过30公分。那以台湾西部来说的话，大概会在50到60公分，也就是半公尺。半公尺的上升量对台北盆地来说是一个噩梦。那不但关渡平原那些比较低洼的地方都会受到冲击，但这么高的海水它带来的暴潮巨浪，也让这个沿岸它受到的这种侵蚀破坏非常非常的可怕。2019年，台湾创下72冬来上较热的冬天纪录，全台13个平地测站平均温度达到20度.46。专家警告，台北盆地已经是高温效应上严重的所在。一年超过35度的天数达到77天，到我2050年会超过100天，有计会无冬天。对了，整个气候所带来冲击也非常大，到时阵豪雨甲风台威力会更较强，台北盆地真有可能就此引起明的疏忽、无重视，也有生态危机。北海岸野柳海域对路边就当清楚看到水深1米到5米的漩涡，拢呈现无同程度的白化现象，这拢是警示。我们所谓的全球气候暖化，这个热到底跑到什么地方去？我可以跟你讲，有90%热都跑到水里面去。也就是说，在地球上面，绝大部分的热都是由海洋去吸纳的。就算我们现在很努力的开始去按照 COP21 的这个协议，好好去做减排，想办法把温度控制在1.5度中间。那就算在这样的情况之下，全世界的珊瑚礁有90%珊瑚礁也会消失在地球上面。地球暖化危机迫在眼前，但是政府真侪政策，好亲像拢甲守护环境相违背，亲像伫湿地发展太阳能光电，迫害过境照车地。桃园关塘工业区起天然气接收站，被环团批评迫害做大，守护环境也是发展经济，政府政策无定应该被重新检视。
减少这些燃油车，然后鼓励电动车。那当然很重要，就是我们在讲的这个绿运输就是结合这个自行车啦，然后这个大众运输。强烈的呼吁说，政府在面对气候变迁这样的冲击，不管是陆域，不管是海域，从事长期生态的监测跟调查，根据去研究如何让整个台湾不同的生态系去联合起来，或是分开去面对这样的冲击，然后想办法协助它去抵抗气候变迁。我们首先要认识说，我们真的是面对气候暖化，就像是面对一个癌症一样，我们要好好的去治疗它。那但是最重要是要改变自己，如果不改变自己，这个病不会好。那我们要改变自己，这个气候暖化才会缓解。不管是能源粮食、水资源、公共卫生，还有将来整体的国土规划，都是我们政府现在最重要，然后最迫切的。这是一场气候战争，若阁无重视，大家拢会真做气候的难民。少年人期待透过气候运动，唤醒大众对环境保育的重视。无论伫什么所在，离外其实拢会当对日常生活做起，省水省电。这大众运输，这类减碳，为守护地球尽一份的心力。